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15公视台一报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邮局开放，民众摕1000块现金去换振兴3倍券，因为人数积做伙电脑连线系统有故障一困啊。美国川普总统宣布已经签立发布香港自治法，啊，中国嘛即时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是干涉因的内政。昨暗透暝，台中港发生一只机动车坠落海底意外，车顶4个人不幸，1个人拍破车窗逃生。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目前国内武汉肺炎的患者同款无增加，即阵只剩4个患者还佫伫咧住院治疗当中。佫有对明仔载开始，台湾人和中国人配亲所生，未满2岁囝儿，若敢若有居留证，也当申请入境。另外，佫将缅甸列作武汉肺炎低风险的国家，香港和澳洲嘛列作中低风险的国家。咱等嘛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我们现在国内确诊人数维持451人确诊，那我们现在有440人解除隔离那有4位还没有解除隔离大家都讲说其实在秋冬以后是不是会有第2波其实在我们这里觉得是第1波都持续在进行中。大概低风险国家现在总共12个，增加缅甸。那在中低风险的国家有7个，其中香港跟澳洲是从原来的低风险那我们把它拉到中低风险的区域里面来。我们也宣布，大概从7月16号起，2岁以下持我国居留证的陆籍子女可以申请入境。再来讲，对今仔日起，进前有去便利商店注文振兴3倍券的民众，都通开始领了。啊，各地头邮局嘛开放人身份证分享卡号，直接摕1000块现金去换。啊，就是人数积做伙，邮局的电脑系统伫咧9点49分煞做一个拢故障，经过10通分才复原。便利商店这边嘛同款，期待反应有较慢。台北市北门邮局头前排队的人是长路路，全部拢是为着3倍券来的。像这个厝住伫万华区的5线时，就真够早，透早4点就来排队，针对家己手着头回这个代志，话讲真放心。上次就是口罩有问题就是难买我就早一点来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结果早一点来就可以了。是这个坐轮椅的小姐，虽无买当伫咧超商来领，但是伊感觉该伫咧银幕顶观点来点去是真麻烦，落尾也是决定亲身走一转邮局。日常的生活的消耗品，像我们每天都会用到卫生纸沐浴露、洗发精之类的，护膝护腕之类的，不够再贴一些。邮局3倍券起购，根据中华邮政统计，从早起8点半开始到11点为止，全台湾邮局是卖出26万外份的3倍券，不过嘛因为民众抢要买。佮造成邮局凭款流量出问题，伫咧9点49分的时阵，雄雄发生全国大登机，一直到10点02分才解除。有请董事长跟总经理成立应变小组，他们在第一时间也做了处理。这只是一个压力测试的开始后续也许还有很多的状况。那我会继续要求邮政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那这个本身要进驻指挥中心，随时做好应变。赶快出现系统卡掉的，也有去超商领券的民众，包括 7-11、全家甲 OK 等等的便利商店，拢因为流量受大，第3倍券专区的系统一直显示流量管制当中，爱等你才取。有民众排队要到20分钟才摕到。很想要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就第一天就马上上，就是9点钟就马上跑来了。想要买电器，但是刚刚拿到之后想说，我再研究一下。面对超商系统出现无正常，经济部表示，因为早1点的时阵3倍券专区的系统流量受大，经过资讯部门经济修理了后，连续已经恢复正常，相关技术问题也搁伫咧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南北二路还是有的砖头，无论离邮局还是便利商店，拢真遥远。要领振兴3倍券就较不便。经过经济部甲警政署这边开喙，但即阵包含屏东西仔乡、台东金峰乡，佮花莲万荣乡这3乡镇，民众去到派出所，就通领到3倍券了。早起8点，花莲县万荣乡士林派出所警察布置，要提供民众领振兴3倍券的场地。先清点核对已经有买要发的数量，领券的时间一到，有民众到派出所来办理。比各地邮局排甲长路的情形来看，民众感觉到派出所方便真多。刚刚怎么过来？走路？走路啊，比较方便哈。对，不用什么7有挤那么多人的。
到派出所领振兴三倍县的地区有花莲县万荣乡、大东县的金峰乡、甲屏东县的沙乡等地，有7个派出所。因为这3个所在拢真偏僻，离邮局甲便利超商拢真远，用派出所来回发展会较方便。而且警方也阁真细致将三倍县放伫券柜来保管，唔惊碰见呢。不过金峰乡可能是当地民众无够了解应用派出所，这摆有8就16分，非常方便。不用跑到那个太麻里那边去。下一波预购时间是8月1号到8月7号。屏东县沙乡瑞西派出所早起来领人也无多，警方向领到的民众说明，找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来领，希望民众应通知厝边隔壁关键来领。记者综合报道。赖清德副总统嘛出面鼓舞讲，若领到振兴3倍券，伊就会捐出来，互社会公益的团体。专门咧看顾失去亲人幼囡仔这个基金会坦白讲，这站的捐款和旧年袂当比，确实真需要人伸出援手。不过赖副总统嘛提醒讲，这几日去领会真客，咱若 OK 无咧赶，就让人先领。振兴3倍券上路第一天，副总统赖清德甲内政部处长陈宗彦立委吴思瑶何志伟等人共同做公益。因为最近公益团体受疫情影响，募款困难，所以捐出3倍券做爱心券。其实3倍券还有其他的使用方法，我们可以把3倍券变成爱心券，有爱就无限大。让3倍券变得更伟大啊！赖清德也表示，家己已经有约3倍券，了后会去领。过目前有约超过1000多万人，这几天会真客，所以也画出我 OK， 你先领，家己会过去邮局领。我的方式是，我 OK， 你先领，然后在之后我领了3倍券之后，那我会再送过来，我可能会去邮局领。因为我家邮局比较近呢。4千里基金会表示，基金会捐钱甲108年下半年比起来减少将近5成，所以3倍券多用提供囡仔做学金，呼吁社会来响应，将3倍券不只是振兴经济，也发挥爱心做公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高文体市长要批评振兴3倍券无啥效果，不过咱市府却鼓舞民众，3倍券就爱留点市内开，广告有通摸彩，是讲安尼敢就有效果？郭市长讲趣味就好。另外一个市府进前的摄影官讲家己不时都加班过头，郭市长是讲早前伊是来做志工，当然就无咧限定上班时间的长啊短。后疫情时代，各地方拢咧振兴。台北市政府甲商款店家合作，鼓励大家到台北市消费。只要客发票，就会当抽奖。只是前一阵仔甲批评3倍券无效，台北市政府煞甲邮局分3倍券同一天启动刺激消费的活动，敢是真正会当对经济有帮助？郭文泰认为好算就好。其实是好玩就好了。这个大部分因为这个消费券已经拖到5个半月哦，它大概不会让你不会因为这样去多买，就是说本来不想买去多买，不太容易的。大概就是你平常要买的东西的。不过现在报复性消费很厉害的。不过前台北市府翕相官潘俊麟伫面册指控，过去6冬定定超时工课，伊转一到民众党，佮防以真低薪水来对待。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徐淑华要求劳检，对此劳动局指出，个人面册发言袂当做劳检的依据，但是董事长会当提出申诉。郭文泰是表示，志工无限定工作时间。他很认真工作的，不过这样那个如果他以前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志工嘛，所以，但是好像志工也没有限定说工作时间的，所以我也不晓得，那要查就去。但必须争议的，还有民众党甲国民党的竞争甲合作关系。10日，国民党攻占立法院议场，要主动监察院人事案。民众党立委到场声援，想袂到因阁批评国民党主动议事，防止你是对你行，暗时煞来切割，嘛是民众党主席的郭文泰认为这无问题。在不同的议题有跟不同的合作现象，所以不是说是因为跟谁合作，他就变成是谁的侧翼，或变成是小蓝或小绿，这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走自己的路。郭文泰佮讲到，立法院增减议期变的预算转议场到民众党投反对的票，伊强调民众党还是会行家己的路。记者郭灿、周龙祥台北报道。地方官员来讲，中央自昨开始在调在野的立委为着监察委员人事的审查，就小 A 小杀起卡动手。早起国民党嘛继续占领议场，佮开声抗议讲，立法院竟然启动甲上千的警察保护单局一个人，佮连立委也敢主动参与。
民进党党团的郭建明总召集人是讲，望两边的意见尽量互相打合啦。立法院14，调野立委规个起卡动手，南野立委占领议场的主席台，透明酒伫遐。15持续反对监察院人事审查，民进党团是透早就集合党团的干部，不过并无清场的动作。早上6点钟，我有进来跟他们聊天了，台湾冲突已经到了临界点。这2天大家更应该冷静来思考这些问题。立法院内底气氛也真歹，国民党团嘛调开记者会抗议。14立法院约入来1000外的警察保护当局。这个规模是进前拢毋捌看过，而且警察出手阻挡立委进入议场，批评讲立法院是30年了后才动用警察权。的立法院长你是怎么样动用警察权保护一个平民，阻挡立法委员接近，控诉什么立法院动用警察权乱讲一通。议事场里面，民进党也不会接受警察权进来，冲突没办法避免。你如果加入助理的话，以后没完没了。针对民进党团指控南野立委的助理介入委员之间的攻防，林为洲回应讲，助理可能伫咧大家杀来杀去的时阵被动介入，若是提出证据，查清楚助理确实有超过伊的本分，党团愿意承担责任。另外，立法院的冲突嘛爆发另外一个案件，民进党立委反魂，指控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性骚扰。他就是说不反省自己，那却攻击对方的动机哈，那包含叫我最严重是叫我照镜子哈，不可避免的这个肢体冲突嘛，那这个没有办法避免啦。我说进厨房就不要怕热啊。国民党团呛讲会霸占议场到拜五，郭建明回应讲拜五一定会阁有冲突，不过伊呼吁南野唔通规律继续审查，调野党团拢爱拄好，就知影爱打动啊。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嘛是高雄市长补选抽号码卡的时阵，民进党提名的陈其迈有几路的地方的立委和市议员去陪伴。台湾民众党的吴益政候选人是单人独马去到现场。那国民党的江启臣主席和新北市前任的朱立伦市长嘛专工去甲提名人李美珍斗坐镇，表示对少年辈的鼓励。友好的互相握手问好，高雄市长补选的3位候选人罕行的讲台，为着是要抽补选的号码。国民党的李美珍伫主席江启臣甲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的陪同之下先到位，但因为抽签的顺位是上尾一个，所以摕到3号。伊表示拄啊好3号会当比的手势是上古锥的。选举就是一个风向，未来我们在这段期间会争取那个年轻人的认同。现在就是我们努力的地方，还有30几天的空间，我一定会利用这30几天，赶快争取年轻人来支持李美珍。人还未到，几啊位立赢在地的立委甲市议员已经徛好伫遐等待的是民进党的陈其迈。伊抽到1号的时阵，台下马上有人大声的喊第1名的市长，就连会场外口嘛传出噗啊声。我会努力打拼，做一个第1名的市长，好，不管在解决问题第1名，善功，施政第1名，那也会以施政满意度第1名来自我期许。甲哪里候选人拢有真侪人陪同，无共的是吴益政伊当有带助理就来抽签，抽到2号伊马上伫台顶比出伊的手势，画出伊的竞选口号。阳光经济，高雄加薪。未来这个30天，我们会跟高雄人对话，怎么想尽办法让我们高雄人都能够薪水能够加薪然后符合我们的整个未来整个创新的城市，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原本哪日定赢伫抽号码了后，拢有车队扫街的行程，但因为今仔日高雄落大雨，陈其迈临时取消扫街，中昼改去保业里地方地来勘查。李美珍甲吴益政维持原本的行程，继续扫街甲拜票。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下晡上最新的消息来看，汉光36号演习第3日，蔡英文总统亲身来到屏东九平基地，观看飞弹试射，演练出甲敌人的船只对阵的情景。台湾东南方的海岸这头嘛有3军的兵马，用新型的武器伫咧和对手决战分输赢。尤其经过13年，海军搁再一摆演练 SUT 这款鱼雷实弹的射击，特别引人注目。
接到紧急命令，空军 F-16战斗机升空，喷出柑仔色的尾，伫咧暗时是特别醒目。汉光36号演习，10是执行夜间防空哪吒作战的项目，严正测验空军暗时的应变作为。空军嘉义花莲基地接到命令了后，飞行员甲机工长执行360度的检查，大家拢真尽心，确保战机拢准备透动了后，战机一只一只飞出机库，升空哪吒特机。各驻地防空部队接到防空紧急命令了后，短10分钟以内完成部署。期间内，雷达持续侦测空中的目标，引导35快炮甲麻雀飞弹发射架，拍到空中的目标。汉光演习15进入第3阶段，屏东高屏基地演练陆海空兵力的联合火力射击，模拟敌军发动各种的舰艇，组成大型的军团向台湾海岸线过来。攻击华顶军事设施，台湾以联合火力打败敌军。总统蔡英文再去亲身视察各种的飞弹发射。另外，后的也有东南海域验证滨海决胜的能量，由海军整合，而且指挥3军兵火力，包括 F-16V 战机、刀光艦等新型的武器，拢会投入演练。还有已经经过13年，海军舰舰搁一届实施鱼雷实弹射击。海军舰略级舰舰会伫咧东南外海，针对北巡的独翼海军借用军舰发射 SUT 重型的鱼雷。一个重型的鱼雷的威力会当互航母受重伤，也若2个会当互航母沉落海底，会当甲中国吓惊。不过受到天气的影响，敢会当如期来操演，还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中央研究院嘛公布经济情势总预测，今年度 GDP 经济成长率料想是会切落来到1.15%，这嘛是国内目前预测上界低的数字。因为世界的经济复原拢会真慢，当然嘛影响到咱对外的贸易。下半冬经济起落有3项牵连，就是传染症变化、甲美国、中国中间的关系，阁有振兴经济政策所引起的反应好歹。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滚价，冲击各国的经济，嘛影响到台湾的经济表现。中央院公布2020年的经济情势总展望修正，经济成长率到去年底预测2.58%，修改到1.15%，勉强保一。经济复苏的步伐仍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延烧程度，中美关系摩擦再起，这些外部因素如何将影响台湾经济，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黑天鹅了。台湾自己本身的预测，相对于国外的对全球经济的预测，却是逆向发展。一场疫情变作干扰经济黑天鹅。中研院预测数字甲资价总署大经院等分析比起来，数字是较低。分析指出，民间对旅游、交通等的消费支出是较保守。全球的经济因为疫情的冲击，嘛影响到台湾的外部动能，致使民间的消费，还有商品甲服务输出收入拢出现降低。但是国内半导体积极扩增、台商回流，还有台湾的疫情等候等的因素，所以民间投资年成长率等的项目也是有提升。600多亿了哈，那除以我们的全年的 GDP 是19兆啊，那比例是差不多0.45%。远距的商机嘛，资通信的这些设备的需求事实上是增加的。差不多第2季应该是属于谷底，可是疫情事实上我们看不到什么时候会真的缓解。学者指出，下半年经济状况也是受到疫情发展的限制。不过除了安尼以外，美中互相比拼的关系、甲大选等的议题，和国内纾困经营效益嘛，拢值得观察。整体来讲，也是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目前的教育政策是规定讲，若外国学生要来台湾读册，就要对大学也是研究所1年开始入学，袂当半中途来插班。不过近来真侪大学拢咧甲教育部争取讲，就要考虑修改办法，开放无论倒一年级，拢会当收外国学生，通好增加因来台湾就学的意向。提供奖学金用全英语来上课，大学这几年拢咧收国际学生，真有效果。103学年国外学生有14000外人，107学年有28300外人。但是有大学反映，国际学生来台湾一定爱为大学1年或者是研究所升开始，所以无要来。若是会当用转学的方式来台，应该提升意愿。我不是针对国外的在校大学生，而是那种
所谓的专科生啊，韩国叫专门大学啦，日本叫短期大学嘛，东南亚就直接叫 college 这种，有2年制，有3年制。日本、韩国甲东南亚的国家嘛有甲台湾5专、2专差不多的学制。劳国会认为，若是会当放宽，就会当积极招收这寡专科毕业学生。学分要安怎胜任？若是合作的学校问题无大，无合作的就转去学校来认定。静宜大学校长唐团义嘛强调，关键是程度爱对准。进来之后又媒合不好的时候，那对于学校方或者是学生方，也都是二次伤害。对于教育部咧规划增加修订相关的办法，大学普遍是正面来看待，嘛认为因为台湾防疫有效果，若是会当进一步放松，对提升学生的来源嘛是有帮助。记者林小慧、新志明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大消息，美国时间7月14日下晡，川普总统已经亲身出面宣布，伊签字发布国会所通过的《香港自治法》，从此美国就把香港看作甲中国本土同款，取消一切特别的礼态。这就是要让中国对因镇压香港人民的行为付出代价。中国这边嘛即时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是恶意干涉因的内政。Today I signed legislation and an executive order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its oppressive actions agains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美国总统川普14日下晡伫白宫开记者会，宣布重大消息，反正北京当局强制通过港版国安法，其中包括签署7月7日国会2院2天内真紧通过香港自治法。This law gives my administration powerful new tools to hold responsible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entities involved in extinguishing Hong Kong's freedom. 川普认为香港失去自由市场竞争，有了会有愈来愈侪人离开。根据香港自治法90天内，国务卿爱提交国会报告，载明地属香港无法度落实中英联合声明，或者是基本法的外籍个人，或者是实体。所来去60天之内，美国财政部长也爱点名知情，而且有关加这个人或者是实体有大量资金往来外国金融机构。美国总统应针对被点名个人实施资产冻结这措施，另外外国金融机构应面临高达9种的制裁。同时，川普各增加签署取消香港优惠待遇的行政命令。Hong Kong will now be treated the same as mainland China. No special privileges, no special economic treatment, and no export of sensitive technologies. 川普大动作回击北京当局，估算有1300间伫香港投资的美国企业会受到影响。美国媒体指标《纽约时报》决定将香港驻点1/3的员工转移到南盘首尔。川普伫记者会顶悬也阁回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对中国软者，佮表示目前无计划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会。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批评，川普记者会顶悬凊彩宣布制裁中国，再去真紧转移话题到总统大选。中国外交部进前就讲，香港自治法案是废纸。15日早也马上发表声明，指控美国粗暴干涉内政，也要以制裁美方人员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官员来讲英国政府嘛宣布讲，会全面的禁止国内网络通讯的业者去运用到中国的大公司华为的器材甲技术。若已经有用到上万公元2027年进前嘛就换掉。总是华为公司在英国发言人表示，这分明是美国的贸易政策牵连、政治化的原因来所致，没影讲因有啥物资讯安全方面的问题。英国所谓文化媒体运动大神奥利弗·道顿则是宣布，甲中国电视大咖华为参加英国5G 网络建设一个处理掉，计划伫咧2027年进前完成。The new US measures restrict Huawei's ability to produce important products using US technology or software. Given the uncertainty that this creates around Huawei's supply chain, the UK can no longer be confident it will be able to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future Huawei 5G equipment affected by the change in US 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s. So to be clear, from the end of this year, telecoms operators must not buy any 5G equipment from Huawei. And once the telecom security bill is passed, it will be illegal for them to do so. I think it's bad news for consumers in the UK as well, because they'll feel the impact on
their phone and their phone bills. 华为英国发言人爱德华布鲁斯特讲，华为伫咧英国的未来发展启用政治化，原因是因为美国的贸易政策毋是安全问题。美国因为华为可能会造成治安风险，即期华为的设备用伫咧间谍活动，才互英国首相强生改变互华为参加英国5G 网络建设的决定。另外，中国对香港的各种压迫，嘛互中英两国的关系恶化甲真紧。能否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是脱欧后英国市场走向的试金石，也是中国在英投资是否安全的风向标。中方将密切关注。What we want is a modern and matur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英国政府的这项决定嘛，定义是宣布甲华为20年的东破关系结束。英国过去要求华为伫咧非敏感的部分参加程度袂当超过35%，而且明文禁止华为参加网络核心的建设。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看完来看法国，昨是法国的国庆日。逐英年庆祝的活动是拢办甲真请赢，总是因为传染症的缘故，今年典礼规模有较缩小。这回嘛特别邀请医护人员，佮有生产喙炎的厂商，这的所有徛踮第一线对抗武汉肺炎的代表，隆重起立到典礼舞台顶，互法国总统甲全国的民众表示感谢。动员的音乐声中，法国总统马克龙走向军队，仪式正式开始。7月14是法国国庆日，政府照例举办庆祝活动，不过今年因为疫情，规场活动规模减少真济。避免感染风险，以前国庆活动拢伫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盛大举办，今年改伫塞纳河边的协和广场。另外，上主要的阅兵演出人数也减少一半，差不多只有2000人，观礼人数也限制2500人。不过，音乐会演出也无减少，除了战机放代表法国国旗的30烟火运送患者直升机，今年也出现伫巴黎天顶，穿白袍的医师甲护理师，这抗疫最前线的人员也加做典礼来宾。马克龙一一向因致敬，另外救护车司机、超市收钱的人、医院师、卖喙安的人，甲伫法国疫情上严重时阵协助运送患者去德国治疗的德国军人，拢出现伫典礼顶悬。协和广场外口典礼求水，暗时庆祝活动也加一寡限制。以前埃菲尔铁塔暗时放烟火，吸引数千人到现场看。今年照常放，不过禁止民众伫下骹欣赏，民众唔情愿也爱接受。C'était une fête nationale que tout le monde aimait bien fêter. On les voyait tous dans les rues, à la télé. Et puis bon, là c'est sûr qu'on comprend qu'avec le coronavirus on ne puisse pas le faire, mais enfin, ça va être un peu bizarre par rapport aux autres années. Oui, je suis un peu déçue qu'il n'y ait pas, qu'on puisse pas s'amuser comme en temps normal. Mais après, bon, on s'y fait très vite. 媒体形容这是法国最近上安静市场庆祝活动，面对疫情不止生活，重要典礼也爱做出改变。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台湾第二剂口蹄疫的消息。经过23年，台湾会当搁再互世界动物组织认定做已经毋是第一剂口蹄疫炭病区疫，这是业者、学者和政府同齐拍拼的成果。有通挡到即阵的饲猪业者，真侪嘛拢已经转型做科技的啄木场，猪仔的排泄物拢会当运用来发电，因为永续发展才是久长的路。打出世的猪仔囝输着母乳的模样足够水，因的主人就是伊苏平。苏平的猪条甲别人无共款，是封闭式负压水泥猪条，外口32度的高温，内底达有28度。可以有效的降温嘛，第二就是讲，搬家触礁啊、河川蠓啊，它不会自由的进出，你伫内底的环境会较好控制。猪条24点钟全自动控制温度，而且是高层的设计，让猪仔袂甲晒热困做伙，清气佮健康。另外，饲猪产生的猪屎废水，伊全部收集起来，摕来发电。发酵了，伊会产生甲烷气嘛，甲烷气咱佮经过遐头前迄个褐色的桶啊，生物脱硫，脱硫了才会当去发电安尼。
开始千万建造这个沼气的发电设备，除了自用，逐工阁会使卖出4000度的电予台电。所评有2万外投资，以用科技饲猪、日能环保，彻底改变饲猪场垃圾佮臭的印象。其实所评佮阿兄2个人对爸爸遐接手饲猪已经40外冬，23冬前的口蹄疫嘛，互伊损失足大，伊才决心来改变。第一防疫第二环保，环保的问题，咱家己会当去努力啦。确实，口蹄疫的防治毋若猪条内底环境爱提升，大力猪条正常的消毒是上基本的，猪条蛙嘛袂使放过。猪条附近的道路甲肉片市场的车辆环境，逐工消毒佮消毒，一礼拜消毒爱100道以上。消毒是一个手段而已啦，上重要就是讲，你的经营管理上，你免爱去提高你的生安全，安尼较对了，无你。永远了，你唔知你今仔要把什么病带入来。屏东县饲猪有1600外户，全台第一，大多数也是维持传统的猪条。口蹄疫了后，会使留落来猪笼，拢体力爱注意环境卫生。台湾对口蹄疫疫区除名，只是农委会提出爱征用100万头猪来出口，猪笼拢无意愿。外销政策若推动会出来，你要征用。甲种用，那推动袂出来，咱维持现状就好啊。互国内需求差不多伫遮饱和就好啊。唔通阁增加，咱的环境嘛无法度容纳遐侪环保的议题。本身嘛是猪笼的潘连洲表示，口蹄疫除名对猪笼是转机，嘛可能是危机，因为随时阁有口蹄疫，甚至非洲猪瘟也是其他病毒的威胁。20冬的努力，让台湾的饲猪产业重新站起来。也毋过，猪笼嘛是爱用真认真、真细腻的心态来面对防疫。产业全面升级，骹步先桥条，才来讲外销市场。记者陈家军、赖维做屏东报道。来讲中部的消息，昨暗透暝，台中港发生一只计程车坠落海底意外，就是一个司机载死的去海岸边施工做工课人员，唔知敢是雨大阵视线歹，才会冲对港边倒去。致使车顶4个人不幸，一个拍破车窗逃生。不幸过往的死者因家属嘛望讲警方会当赶紧查明意外实情。这个计程车经过台中港北池信号台的时阵，先是往倒弯，但是倒弯了后，伫无打东的状况之下，就往海边开。最后是90度落落海的，车内一名细腻的乘客拍破窗啊，家己收起来报案。警消伫凌晨3点40分左右找到这台车。加上这些搜救又有一些困难性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有1个人生还，那其他的都是在海底捞起来了。车内包括司机在内有3个人死亡，另外一名家己收出来的乘客，最后伫码头附近去找到伊的尸体。这个意外总共造成了4个人死亡，4个死者家属赶到现场，伊讲弟弟才到台中港工作无偌久，放假进前甲同事出外来食饭，无想到拄到死亡的事件，希望会用紧的来厘清真相。他们也没什么喝，所以可能是搭到这一部车子的关系，真的是要有标示。可是这样子一看，好像什么也没有，所以你说车子从外来的车子进来，当然会看不到，视线当然会有所影响。警方为监视器画面来研判，这个车应该是伫凌晨0点05分的时阵落落海的，当时台中港区落大雨，无排除是看无清楚，零件都无好。负责港区管理的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计程车司机甲船员应该拢对环境非常的了解，无环境安全管理的问题。有进出港区对港区的状况会相对来讲是了解熟悉，光线也没问题，灯都有亮着的。在这种情形，我们认为环境的管理因素是不大啦。4名落落海的死者分别是41岁姓谢的司机、52岁姓黄的男子、41岁姓柯的男子，还有65岁姓杨的男子。计程车面顶的乘客拢是离岸风机安全维护人员。趁着工作空棚厝后做伙食饭，却拄到这个不幸。相关的事故原因，台中港的警消还搁咧厘清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今仔日早起9点外，婚林卖了的大塑绿钦连坐第2厂内面发生火烧。大塑这边面是说明讲，照看是高压降温的公路必开才会导火，火势也已经有控制。烧起的范围估计有2000公尺四方。但婚林县的环保局也有采验火烧造成污染的空气，佮甲大塑绿钦开出500万的罚单。大火是烧甲强要拄天，附近还佫有真侪乌烟。婚林大塑绿钦卖料厂区塑化公司连这2厂，15早起9点外发生公安的意外，工厂规个是导火，警消接到报案了后，随赶去现场。消防人员出动消防车、救水线拍火，总算把火势控制掉了。婚林消防局初步判定，连这厂发生第2套 RDS 有过样，才会导火烧起来。也若炭烧的物质是重油甲氢气，现场炭烧的面积差不多有2000平方公尺。目前我们出动的人车将近30部，还有50人左右。那目前它的燃烧是重油跟氢气。那整个这个发生火灾的原因是因为上浮转台轴封泄漏。大塑表示，厂区是因为安逸汽修区有过样发生火灾，已经涉压紧急停车。详细发生的原因，相关的部门还佫伫咧调查当中。不过，即届火灾的乌烟，嘛互当地居民真烦恼，讲可能会造成污染。无到一年中间连续2遍，对咱卖料影响真大，所以因为这个家提出就是无言的抗议。目前呢，空气拢检验了啊，没有问题了这乌烟是因为制成残留的这一种气体也是要让它慢慢的去烧掉因为烧掉了都无代志得掉。大塑绿钦大化3厂，去年4月份嘛捌发生过起爆的意外，迄当阵调查是因为管线破去才会引发爆炸，想袂到过1年尔，佫传出火灾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22年前，桃园发生一桩杀人灭死的案件，结果死者的身份是找无线索，查无段落。去年警方接到现场的见证人通报实情，重新开始调查，才知讲原来就是槟榔档的头家，甲迄阵才17岁一个查某店员用锁啊吹死，佮放火灭死。但早起法院已经裁判收押主谋的3个嫌疑犯。民国87年，桃园一个女性被杀害，尸体嘛被烧掉，因为身份不明，而且无相关的证据，一直无法度破案。去年有一个讲伊家己是目击者的男性，甲警方指证，才互这个已经过22年无名尸体的案件，佮重新启动调查。确认死者是当年17岁的槟榔西施，疑似互店头家甲头家的朋友做伙甲吹死了后，甲尸体烧掉乌白蛋。当时有一个人，他有看到。那个火出来的时候，渐渐赶到旁边，就刚好中间在着火，杂草中燃烧，幺幺惹来一撒的时候是损失尸体，这个通知派出所。去年108年5月，我们也通过了对杀人犯是可以无限期的追诉，但是要特别留意到说这里面有所谓的新旧法适用，就是它时间也没有过。透过桃园地检署检察官的协助，警方抓到42岁姓陈的女性、37岁姓陈的女性、41岁姓潘的男性，甲53岁姓何的女性到案。地方法院的法官嘛透明开庭，15裁准收押2个姓陈的女性甲姓潘的男性，也若姓何的女性是以5万块交保。另外嘛持续追查其他涉案的人到案。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嘉义县水上的宽恕川、内溪川和柳香川这角头，进前因为庄内设手机啊基地台的所在有民众去抗议，但拆掉了后，当然信号就较歹。即阵电信业者佫开始咧找新所在，谁知影讲嘛是有住户打出来反对，到底要安怎做才通有一好，佫有2好？在庄的民众但是头痛佫烦恼。关洛龙的基地台就踩伫个人家厝的边啊，互居民烦恼健康会受到威胁。嘉义县水上乡宽恕村、甲内溪村的住户，13暗时做伙去地主因兜边啊抗议。为着咱的健康啊，大家拢感觉无好，出来抗议的，我了解。大部分的居民是反对基地台，不过若无基地台，手机也嘛无信号，要去也是要拆，这居民嘛是头壳冒咧烧。只要进去屋子里面，一进去就会连一格都没有，就没有办法联系啊！就变成说，如果真的很紧急的话，他们可能就必须一定要打家用电话。嘉义水上乡宽恕村原本的基地台，因为附近住户几啊届抗议了后，原本的地主去年决定无要阁继续拍契约，今年6月份嘛甲相关的设备拢拆掉，所以目前住伫个宽恕村、内溪村、甲柳香村部分的村民，手机啊除了无网络以外，若想要有一丝仔信号，还阁要走去户外。
因为安尼部分的居民受到封罚，伫咧宽恕村甲内溪村交接的所在，找到一个新的会当起基地台的所在。不过，这块地附近100公尺，阁有16户人家厝。我的需求是足简单啦，伊要甲我做，唔甲我做，我不插啦。以后找到较适合的地点，我嘛实在是走种较理想的所在，莫为了流浪的所在。宽恕村村长讲，会阁甲双方协调，嘛表示因为当地是大人较济，并无使用网络的需求，毋过煞影响到有需要的人，互因会面临到明明有手机啊，煞无网络功能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啊，人讲食老才咧学分古吹，咱屏东县哪边遮老大人是食老，佫开始咧学写大字。原来就是哪边林河川的罗丽美船长，即站邀请庄内一个80岁的老书法家开班教书法。老大人来咧教老大人，效果是特别好。看书法家当咧指导时代写字，详细甲看，毋若学生，连上课的老师嘛是长辈。屏东那边的仁和船长罗丽美。为着要互社区内底的长辈捌字，顺续培养兴趣，特别请高龄的书法家来教阿公阿嬷学写字。会当来迄个，互因加减啊捌歌语啊，而且书法哈，也当调整他们的心情。觉得他们学的怎么样？还不错呢，他们哈都是60岁以上呢，有的没有读过小学的没有，从来也没有拿过毛笔去写字。他们写得很快，啊，很快乐。做老师强调，家己来遮教课真欢喜。佮讲即寡老学生，有个人虽讲无读过册，毋过学习的能力真强，学了真紧，佮袂面单。啊，你有认真学无？有，即摆在写较水啊，因在写真歹。不是人要读册啊。啊，你真有认真无？有够认真，逐工来。船长讲，互高龄的老师来教时代学写字，因较会认真。而且学写字，佫会使训练老大人的手，大家互相讨论，同齐学习，嘛互生活变甲佫较趣味。未来社区嘛会办佫较侪互老大人上的课程，都是在地脑化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佫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写字说写字，咱若讲到写字，就想到孔子讲。国情今日原来来甲你开讲，讲几句啊。甲孔子讲有牵连的俗语，实在讲，咱嘛知影讲历史的发展，这字绝对毋是讲固定什么人做出来。毋过咱民间的故事，拢会将功劳下互同一个人去担当。毋则人讲孔子讲是上界捌字，头一句咱来讲甲孔子讲小正字。对啦吼，孔子讲既然遮尔捌字，你安尼研茶拍硬钱，要改正，这袂输敢若啥？袂输敢若进前咱伫解文说字内底咧讲关老爷面前人大刀，毋则人讲甲孔子讲小正字，孔子讲上拜捌的啦，啊你叫甲小正，毋过吼有话伫咧讲。人原来有话甲咱应，人讲有法便有破。你讲我甲孔子讲小正字，我就甲你应，讲我这吼孔子马教的啦。对啦吼，有孔子讲就孔子骂，啊！你甲看台湾人，遮够应话，遮够想价，遮够想即个趣味的对答。孔子讲，你咧教伊小正字，我讲我毋是，我无教伊小正字，因为我都毋是伊的徒弟，我毋是伊的学生咧，我孔子骂教的啦。啊，孔子骂教的即句话真理伫倒位？原来就是讲世间人西方人嘛，讲有2种人，一种是伫学校足够读的人，足够读书即款人。学校伫咧教，老师伫咧教，伊认真学，知识会开发。另外一款毋是哦，毋是讲伫学校学着哦，伊是伫做工课的中间，目睭溜溜秋秋，学技术学着的。人毋则讲吼，我这吼毋是孔子讲，毋是学校教的，我这伫外口伫咧溜东溜西，世界甲人流，学真侪功夫，讲孔子嘛教的。啊，过来吼，国情头拄仔咧讲吼真侪功劳。真侪技术、真侪熬的知识，咱拢下对孔子讲一个人去担当。毋则讲民间哪有一句俗语话，甲孔子讲有牵连。即句讲叫做孔子讲毋敢收人的假名帖。实在讲，这咧甲咱启示，咧甲咱教讲未来的代志，咱做人毋通挂无事牌。今日送一张请帖来讲，明仔载互我请好无？我毋敢甲你应。孔子讲。伊安尼学问遮尔饱，伊嘛毋敢收人的假名帖，就是讲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要约束的请帖。孔子讲都毋敢共承认，莫讲是我即个平凡人。毋过咱认真去变，
论语》这本册吼，自头编到尾，历史记载，孔子讲吼，唔捌一摆讲共世人的过命贴，历史都无这件代志啦。这是台湾人家己写出来的。孔子讲唔敢受人过命贴，用孔子讲做名义，实在咧坑人讲做人千万唔通挂无事牌，未来还未决定的代志，你唔通大主大意，就共担当，就甲人引起来。过来，咱来讲，因为传染症进前一站，真侪图书馆嘛袂当出入。等候民间的文化基金会特别改装货车，变作行动图书馆，载1200几本幼囡仔甲青少年爱看的好册，去到森林卖了。这也袂输伫咧夜景，互庄头内底少年辈下一代，拢通体会自由读书、吸收新知识的趣味。白色大货车的后道一天开，超过1200本的囡仔册摆甲有够整齐。诚品文化艺术基金会特别打造这台行动阅读车，前一阵仔才去好买的森林记忆库和大溪海口故事厝，即阵是头摆去到麦寮乡，桥头角色的阅读之工是经一本册，带兴要听故事的囡仔兄囡仔仔进入阅读的世界。这里的书物呢，它有包含亲子的，然后绘本类的，然后也有青少年读物。那我们也会备酒精来消毒我们的手。它就是要哭掉，不要放进水沟里面哦。跍伫咧涂骹，捡手机，捡叶啊，搭伫咧纸板顶头。囡仔学做艺术家，甲拄则听到的故事，家己上解感动的部分，用花草搭做一幅图，大家是拢感觉真心实。我们做的是谁躲在草丛里，做哆啦 A 梦，做的是大象跟那个鸟。一直以来都在桥头国小当越读越快乐的志工，就是家长们有机会的话，多让孩子去阅读。我相信阅读是他们的知识宝库。就算讲伫咧抵挡疫情的这段时间，大家较罕得去图书馆，不过这台行动的图书车，甲阅读的快乐刷起室外，互人享受照日头光看册，有风水伴，用过可能唔捌有的快乐。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消防人员伫咧火场内1分1秒拢含时间咧输赢。啊，毋过救灾拍火用品灭火器，但是去互生产出品的工会指出讲，灭火器迄内底所入的 SiO2 二氧化锡可能有风险的致死癌症。但即马消防署嘛出面回答讲，目前环保署还无甲二氧化锡公告作有带毒性的化学物质。既然民间咧反映，因也会收集资料，搁再详细来探讨。一摆一摆灭火器拢是火灾现场救人的关键。全台湾逐年超有76万支的灭火器通过检验许可，看起来真安全。啊，毋过工会指控，台湾灭火器的有机成分内底有进行二氧化锡，是 WHO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规定的第1级的致癌物。若是吸收者，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啊，毋过甲消防署用公文往回讨论真济摆，却拢无得到重视。最主要的是，他也不承认里面有含一级致癌物，所以本工会有另外再抽验。所有的灭火器里面是不是有含一级致癌物？很遗憾的，全部都有含。第一个优先顺序是不要用这个物质，那第二个是说，如果一定要用，那我们就选择一个危害性比较低的，来用，这是我们第二个优先顺序。工会参考各国灭火器进行二氧化锡添加的标准，普遍拢干那1%至3%。啊，毋过台湾为着要互灭火器抗结定延长使用年限，和进行二氧化锡是占药剂26%至28%。李伟丹椒华当场批评消防署，明明知影进行二氧化锡是国际认定的致癌物，却无法度来把关。二氧化锡基本上在6月4号没有列入环保署所谓的毒性化学物质，我们自己也有拿去做 SGS 的。你们愿意修正吗？我们要把这个资料整个再做一个检讨。消防署回应讲，环保署并无甲二氧化锡列入去毒性的化学物质。伫咧劳动的认定当中，算是1级的致癌物，1级的致癌物佫包括酚、槟榔、酒精等等，所以毋是完全禁用。未来收集资料才佫来检讨。工会表示，消防署的想法是喊呱呱，所有使用灭火器的相关工作人员，目前也佫是伫咧高风险的环境当中，可能会致死气喘癌等等的疾病来发生。希望消防署会当拄源头开始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刷落来看，本身就是咧做环境教育的工课，一个林依阳小姐。因为对母语真有心，特别和朋友设计活动，把假影的粉椒莺啦、白头壳啊啦，拢藏入去草包内底，才带学生囡仔去学解救这个鸟只，佮请兽医用台语教学生安怎样保护动物。咱嘛做伙来看这场讲台语、真古锥的野生动物救援队。
仔伫咧树骹找到这只摆开的粉椒莺，大家讨论了后，决定先用面巾甲盖起来，再搁找纸箱啊，甲落空了后，细日啊甲放入去，准备带伊去互兽医看。所以去囡仔搁找到这只，那亲像是去弄到玻璃汤塞伫咧门边的花啊花箱。环境教育人员是警告大家安怎处理。野生动物伊受伤可能有当时是甲咱人有关系，可比讲咱今仔日了解迄个玻璃的状况。囡仔啦，也是爸母嘛好着学到一个新的知识，讲原来毋是大蒜，毋是凊彩打，伊是爱打规片，安尼才对鸟来讲真正较有帮助。林义勇本身就是环境教育人员，伊为着要推广野生动物的保护知识，专工办这个野生动物的救援活动，伫咧草埔和树啊放只假的野生动物，互囡仔哪行哪找，也思考家己和大自然的关系。白头可爱的牛仔，你摕互阮看好无？好。我要带伊去看医生。囡仔用家己做，家己去找，家己去想，家己去看，去找。我是感觉这就是科学的精神嘛。兽医也解说野生动物是安怎会受伤，也提供一寡适配保护大家，避免野生动物因为人类的生活转去损断因的性命。这就是真诶，有一只鸟啊，弄着玻璃。流落来迄屎10公分以内，伊就会想讲，这我无法度飞过，伊就袂为遮飞去。安拆开，大家再看卖，是毋是足水诶？推广环境教育知识，林义勇望未来会使甲环境教育刷起产理，了解农地内底的野生动物和农地的植物，互囡仔更加了解这片土地，也用母语来形容大自然的万项代志。记者欧敏珍、林坤明台北报道。再来讲，高雄市建国国校教台语的老师张玉丽，虽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不过家己写出一条台语的毕业歌，嘛得到今年高雄市本土语毕业歌曲创作台语组的第1名。张老师的学生嘛学了讲，老师迄条作品真好听，真好学，才2天尔，因就拢会晓唱了。建国国小7位毕业生唱出这首歌曲，是因今年的毕业歌，嘛是因的台语老师送的礼物。这首歌曲在回囡仔时是张艺丽老师一个人的创作，而且参加今年高雄市本土语的毕业歌曲比赛，伊摕到国小闽南语组第1名。伊讲教台语有写过念谣，不过台语歌伊是第1道。我家己伫咧教台语的时阵嘛，足喜意教囡仔唱歌，嘛有发觉到囡仔呢用唱歌来学台语，因会感觉真有兴趣，效果嘛袂歹。所以我才想要来参加。虽然不是学音乐的，不过以前有学过钢琴。张老师就是用厝里的电子琴慢慢写歌，写好，佮摕来教今年的毕业生唱。因为歌曲优美，歌词写的就是囡仔的学校生活。学生学了真紧，像这班5年的学生，才用2天就会晓唱。足好听老师有互咱会使做咱的毕业的歌。写了足好诶，因为伊有讲到阮要感谢老师的话。因学了足紧啊，嘿，学了足紧诶，嘛，因拢讲足洗脑诶啊。就是爱接听接讲，张老师上课念绘本，会先甲内容翻台文，佮讲故事，互学生练习写台语的诗文。即马因佮有家己的毕业歌，唱歌学台语，应该会愈讲愈好。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南部有短暂的阵雨，也是雷公雨，甚至有的地头可能会落大雨。中部和东南部嘛有一寡角头会落短暂的阵雨，其他各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是侪云较好天，温度嘛真悬，敢若过昼无定会落一阵仔雷公雨。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高雄、台北、新北、桃竹苗32度到35度。
台中彰化分林南投嘉义30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28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6度到34度。金门马祖平湖30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头家啦。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的词，就是咱做工课定定会用到的家私。家私汉字写作家私，罗马字写作哥A家私伊私，家甲私拢是第一条。在生活中，咱会用到真侪家私，亲像做工的时、修理物件的时、烧拍的时。喂，唔通烧拍啦！只要是用得到的，咱拢会当讲是家私。较细汉的会讲家私头啊。喂，你好。哦，恁讲恁兜有一款物件歹去啊？好啦好啦。师傅，你有炸家私过来修理啊？我头家啦，请问恁兜有啥物物件修理啊？亲像这台电风的挂落去，就要用罗赖吧，甲锁好安，较袂冷去。啊，若像这块茶椅啊，酷酷显，我就会用片子甲钉啊背起来，用钢腿啊钉新的钉啊。安尼椅仔才会用。我们若是头家，嘛是一个电器的医生，处理电器问题时，定定爱用电线。为着无法互伊烧拍电，我拢会用电火布，甲接线的所在甜甜好好势，较袂危险。另外，甲大家介绍我上常用的家私，就是文公尺。这种尺若会当好春秋，阁有真侪特别的刻度，会当算出好吉条的寸尺。为着要提供乡亲阁较齐全的服务，做头家我开动笔，下一寡食饭的家私，亲像这支电钻啊，咱即马就来钻看卖。来，你过来。这就是人讲吼，无内在，阁嫌家私歹。明明是家己无才调，煞来嫌家私无够好。溜家私头啊，罗赖吧，片子、钢腿啊，电火布、文公尺、电钻啊，无内在，阁嫌家私歹。若需要头家服务的所在，一通电话，家私摕来，我随到。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
后拜再会。